吼，古说唔会接触到策展，真正都系拍通研究所开始的吼。对，因为接触到一个，假使用真朋友唔伫策展，我用来推呢建设策展还蛮个意思啊。因为策展其实就是展览的策划。然后策展工作其实会包含到从前面的就是展览的整个概念啊，这次的展览是什么样的主轴，然后后面是不是有什么文本，或者是有什么相关的主题，然后到如果是像有艺术家，就是有艺术作品的展览，还会到选展品、选件。选艺术品，然后邀请艺术家，这都会跟策展工作有关系。但其实策展工作当然不止于此，还有包含展览的作品中间是不是互相干扰啊？还有民众，也就是观者进到展场里面，他的观展的体验动线应该是怎么样子，然后里面的空间陈列规划，然后还是像是展灯整体的调性、色彩的温度等等，都会是展览工作会包含的，就很广吼。对，所以其实对于展览一档展览里面，假设有艺术作品的话，作品之于艺术家就等于展览之于策展人，所以这档展览就有点像策展人的一个作品。路边那讲唔爱本入来的人，看到嘛嘅，体验到嘛嘅，对，总会同人有关。对。因为种毛路黑，所以其实那个责任蛮重大哈。对，因为像是策展人可能很多会邀请到就是大专院校的教授或者老师当策展人，很重要就是写策展论述。但是其实对于策展的想象不只有策展论述，就是策展论述是一个观者或者民众去看到展览，他初步了解或者是知道它核心要论述什么，或者是这场展览的概念是什么。对，但是其实像刚刚易容姐讲到，就是我们责任重大，因为它有展示或者教育或者推广的责任，那东西其实是有点像是策展人必须要在里面穿针引线，然后运筹帷幄的。韩国啊，你讲到策展，如果想到我们不是我去那种美术馆要的哈，他把连这些作品的说明要放在哪，搞不好都是策展人要决定。因为他把我想讲，也该说明天那个东西不懂，有时候光小小的一个体验，可能如果养成到为个民众以对一个展览的影响，对，我说很难的哈，如果真正是，比如讲论述，可能要有这种学术的训练，对，还要有这行。还要做的启发，还提供，还要人脉。对，其实有些人说策展其实很重要的是人脉，很重要。把给引入唔深，我用来7年来做一个展览。我说其实蛮全方位的投入哦。对，所以其实中间有蛮多挑战的，因为像刚好提到的人脉，就是邀请艺术家，艺术家不一定要应邀，对，不一定要答应你的邀请，对，所以怎么样平常就算有展览没展览，跟艺术家中间的相处或者是维持关系也很重要。再来是展览不是只有对艺术家，还有对民众，因为还有行销曝光，对，所以还有怎么样让人家外面不管是媒体朋友啊，还是艺术的评论人，还是其他的艺圈的专业的老师，怎么样会去认识或者知道。至少圈子内、圈子外知道有这个艺术事件在发生，其实有好多事情需要考虑。对。